下佢，等呢個細路女呢可以早登極樂去下一個世界，唔使成日困喺而家一間冇人嘅地方，自己一個又冇人同佢玩，又冇人俾佢嚇，都唔知點好，我有啲可憐佢。冇嘢嘅，其實站在佢嘅立場，咁呢度係佢嘅地頭嚟㗎嘛，咁你咪地方荒廢咗之後，佢咪繼續做佢自己嘅地磅靈咯，冇嘢㗎，係咪？可能而家有人睇咗呢啲新聞，佢哋會去靈探，或者到期時佢覺得有個伴咧。冇咁悶係咪？好，咁我哋今晚講嘅咧就到呢度為止啦。咁咧以下嘅時間咧，我哋就交俾蕭文禮嘅零音樂叉。零音樂叉又見面，又可以講一啲都市中嘅怪異事。記得細個喺學校街頭中，時常都會見到喺唔同嘅牆上邊、街邊嘅電錶、水管、樓梯間或者燈箱，都會見過渠王同埋相關嘅電話，簡直就係無處不在。再加上香港卡通人物麥兜嘅動畫系列中亦都提及過，就成為咗當時無人不識嘅都市文普。可能以上嘅都係為咗